早晨大家，今日好想用跑步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同埋我哋成立嘅一個全城街馬一個社會基金、社會嘅企業，去同大家講下跑步點樣可以改變生命、改變世界。全城街馬係一個社會嘅企業，我哋做兩樣嘢。第一樣嘢咧，我哋教好多年青人跑長跑，亦都咧我哋去舉辦一啲嘅長跑活動，希望可以提供更加多嘅機會，亦都鼓動更加多嘅社會人士去參與跑步。長跑咧好多時都俾人嘅感覺好辛苦啦，好花時間啦，好悶啊。咁我哋係咪可以將跑步去重新構想一下，去點樣利用跑步去改變生命、改變呢個城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跑步。咁首先跑步咧唔好改變人哋先，改變咗我自己先。咁跑步改變咗我自己咧，頭先都有講過，我參加咗50場嘅馬拉松啦。其實比起外國咧，其實我好少嘅啫。咁但係我上年做咗一樣嘢，我就12個月每個月跑一個馬拉松，就去咗唔同嘅城市。咁啊啱啱去晒7大洲，其實都有好多感覺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亦都好關事咧。今日我自己同埋全城街馬。呢一個咧，圖中呢張相咧就係第一個嚟嘅，喺12馬裏面第一個咧就去南極一個好凍嘅地方。咁大家以為啲雪咧好靚啦，好舒服啦，原來冇想像咁可愛㗎。佢好似啲爛泥咁樣咧，你嘅腳咧係好辛苦，好容易咬柴。咁啊好凍，好凍咧你可以着多啲衫啦，但係着啲衫咧你又跑得慢喎。但係你着得少衫咧，一慢咗少少咧，佢裡面可能結冰，又或者一陣風吹埋嚟上到山頂衝落去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好凍。咁呢一個咁嘅挑戰咧，係令到自己有好多衝擊嘅。我自己講下少少自己嘅背景。我咧唔係一開始就跑步嘅，亦都唔係一開始咧就做社會企業嘅。我自己咧係做咗好長時間做啤酒嘅。哇，風馬牛不相及。哇，一個好似好正氣，一個好似好壞咁樣做啤酒飲酒。一個好難嘅決定，我做咗11年，然後咧去放棄咗呢個正常嘅工作啦，叫做。然後去到比較動盪嘅自己創業或者係做一個社會企業，有原因嘅喎。我上一年咧曾經去喺10月份去咗一個馬拉松，超級馬拉松250公里，自己負責晒自己嘅嘢嘅，所以你見到個圖咧，我要孭住自己嘅行李俾7日。咁每日大概係一個全程馬拉松度啦，一個40公里，去到第5日咧就一日80公里。大會好好嘅，為我哋準備咗一個帳幕同埋水。係咁多啦，咁所以咧你自己要帶翻7日裡面嘅嘢食啦，你嘅急救用品啦，你嘅地氈啦，你要負責嘅所有嘢，你都要自己帶翻。但係從中你感覺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原來咧我哋帶嘅嘢食咧係2個拳頭咁大，就原來夠7日食㗎啦。咁我心諗係好有感覺嘅，原來人需要嘅嘢好少啊。你有你嘅想像，你想做嘅嘢，你要而家做咯。我哋嗰陣時咧，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沙漠比賽咧，係3年前參加呢個戈壁沙漠，同呢個差唔多嘅。咁但係個感覺就係，原來你訂立目標，你會做到嘅，仲要即刻做。喺上一年裏面，其中一個馬拉松好有印象嘅，第5月，我5月去咗烏干達。烏干達係一個好窮嘅國家，但係最特別嘅咧，佢係全世界裏面其中一個國家最受愛滋病影響嘅，死咗好多人。尤其是可能係在座咁嘅年紀嘅人，壯年正值盛年嘅人就拜拜唔見咗，剩翻嘅就係小朋友同埋一啲老弱嘅人士。佢哋有一個好心嘅、好有毅力嘅人咧，就喺倫敦就發起一個要做第一次
嘅馬拉松，就喺烏干達世界級嘅國際馬拉松，想利用馬拉松、利用長跑去凝聚成個城市，凝聚一個村，凝聚等個世界各地更加多人認知呢一個村，然後去幫佢哋。咁我參加呢個馬拉松咧，都一樣嘅喎。跑馬拉松咧42公里，但我之前咧原來係要做服務嘅。咁咧我就揀咗去一個村，一個老人村，就幫佢起豬欄。咁咧我就唔識呢啲嘢噶嘛，咁佢就教啦，由一笪爛地除草搭棚，跟住咧仲要再整紅毛泥，其實真係唔知點整嘅，就唔係淨係探訪咁簡單。我哋真係想建造一個豬欄，等佢哋之後可以養豬，然後要繼續去繁衍落去，等佢自給自足。咁只係半日時間咧，我哋真係做到些少嘢嘅喎，完成咗一半到啦。咁但係都唔錯，成個過程好感動，去同埋佢哋嘅村民一齊去群策群力，打破晒咧所有我哋話準備全馬又要點樣撈炭啊、食多啲嘢啊、流力啊、休息下隻腳。我哋一班人冇人流力㗎，喺跑步比賽之前嗰日係咁做，流晒大汗，冇人理㗎。大家只會感覺到，咦，點樣用跑步？佢凝聚咗一班人，我係其中一份子。烏干達嘅經驗亦都令到我，亦都諗起喺香港。我其中一個全馬咧喺香港做嘅，上一年30% 係咩嚟嘅咧？政府有個記錄，做咗個調查，原來香港人咧，尤其是年青人，得30% 咧喺一個禮拜裡面係有足夠嘅運動量，其實只係要30分鐘嘅運動。但係即使話有70%嘅人係唔夠運動量嘅，你諗下一個城市如果咁樣落去，咁點樣健康呢？再嚴重啲，其實當恐怖嘅地方就係年青人越嚟越大嘅時候呢，原來佢運動量越嚟越少啊！到咧咁上下大咧，到壯年嘅時候，原來得返8% 係有足夠嘅運動量。即是話另外有超過90%嘅人，原來都唔夠運動量。我哋自己咧全城街馬都做咗個 focus group，做咗幾個，原來發覺好多人咧係到佢成年點樣開始跑步嘅咧，就係佢受傷。佢有身體唔健康，於是佢就開始覺得，咦，不如我做多啲跑步咯，我開始運動咯，然後可以幫自己調理翻下身體。但係點解要等到年紀大先做呢？不過仲有一樣仲恐怖嘅，呢個係香港嚟嘅。頭先有講香港好似好黑暗啊，好似好冇未來啊，好似好撕裂啊。究竟有冇嘢能夠將佢凝聚到一個城市嘅呢？頭先講咗烏干達。但係我哋都會諗點樣透過一個跑步長跑呢一樣嘢，重新去將個城市去建立。我哋有個 idea， 所以就喺2年前做咗第一個香港街馬，5000人一定要封路嘅。封路嘅原因唔係貪得意，係除咗跑手之外，我哋想吸引更加多嘅人。跑手可以5000人，但係喺外邊參與打氣可以無數咁多人，所以我哋覺得要喺城市中間要封路，要去搞。我哋第一年咧就已經喺觀塘郵輪碼頭嗰度開始跑步路線咧，其實係好容易去到，無論喺觀塘啦、由牛頭角啦，或者係九龍灣咧，都可以好容易去到。重點係好希望多啲其他嘅市民大眾可以參與呢件事。好似頭先講咁，烏干達唔係淨係得跑手嘅，其實其他好多嘅社會人士都參加。但係我哋講開咧，第一年咧好痛苦嘅，講封路咧，大家都會幻想政府會唔會好多阻撓呢？我仲記得我哋第一個會咧，我哋幾個同事面對住30幾個官員，嚟自10幾個 department 政府嘅部門，我哋冇乜點準備，唔識嘅，因為跟住問咗我哋好多問題，我哋唔識答。做咗咁多年人，嗰陣時都40歐啦，哇！未試過咁尷尬啊！俾人係咁問，唔識答，你諗過人哋反對你點處理啊？嗰條路封咗你點算啊？問咩有人有事點啊？你封咗個停車場走出嚟，啲車走唔到，人哋投訴你點搞啊？咦，嗰度封咗路，咁救護車咁點行啊？你冇留條 EVA 啊？咩叫 EVA 啊？唔知喎，好尷尬。但係經過我哋去聽佢講，而一路合作，當佢覺得你有誠意嘅時候，原來好多政府部門俾到好多意見我哋。嗱，你咧慳就唔慳得㗎啦，一定要做呢樣嘢㗎。不過你可以試下咁樣做。於是我哋好雙向嘅溝通咧，我哋終於排除萬難做咗第一次。第一次有5000人，參加人數有8000。點解咧？因為亦都有其他人係參與緊呢件事。我哋做到少少成績，好開心，因為得到各方面嘅支持咧，亦都對我哋有信心。我哋唔係沙滾亂咁搞，我哋真係好顧及嗰區嘅居民。於是我哋做到第2年。
第二年我哋8000人，8000個跑手，我哋有嘅路線咧開始有半馬拉松，開始第一次可以上到觀塘繞道。其實係未試過觀塘繞道通行以嚟，除咗第一次嘅8萬行之係未試過封觀塘繞道。咁香港係咪做唔到創新嘅嘢？其實係得㗎喎，不過要個方法。我哋再跟住再落去咧，就做到除咗喺觀塘之外，做咗我哋第3個嘅街馬喺中環。雖然只係5公里，但我哋仍然堅持一定要封路。重點係想多啲人參與改變，佢哋睇到個跑步，改變自己，改變呢個城市。封路不容易。就係5公里都唔容易，我哋嘗試過可唔可以衝擊10公里，可唔可以點樣？但係我會選擇，起碼做到第一次。呢個係一個1萬人嘅活動，唔錯啊！每一次有多啲。我哋想透過呢3個嘅街馬，去話俾人聽，跑步唔係淨係講時間嘅，可以好開心嘅，唔係咁大壓力嘅啫。跑步可以為呢個城市加添一份幽默感，開開心心跑步唔使要講壓力㗎。你可以跑，我可以跑，可以透過跑步凝聚你嘅一班朋友，可以透過跑步一家人一齊跑，大人細路冇問題嘅喎，細路仔都可以跑嘅喎。跟住落嚟，你睇跑步唔係淨係跑手，頭先都講，其實喺外國都會吸引到好多外邊嘅人去支持，自發性嘅團體去為跑手打氣。跑步好奇怪，我哋成日都會話加油，去同你 give me 5。我好記得咧，我睇宣傳短片啊，阿黃維基先生佢講啊，佢話做得好辛苦嘅時候，有朋友身邊講加油啊。黃維基先生講話，既然有人講加油，頂埋佢咯，咪繼續做咯。我喺度諗咧，好似跑步啊，跑全馬40公里咧，42公里咧，跑到30咧，成日會撞牆，通常都好辛苦喺度捱緊嘅時候，喂。身邊有啲人去同你講加油啊！你淨係唔好意思停低啊！你會只會繼續去堅持跑落去，1公里、2公里，捱下，又42啦已經。原來喺平時嘅生活裏面咧，可能你唔會同隔離去講加油㗎，做到好辛苦都。原來跑步好輕鬆㗎咋，我哋覺得好普通嘅一件事，原來會為你身邊嘅人嘅加添咗力量。跑步幫我哋凝聚成個社會、成個城市。我哋嘅活動好希望能夠有一個我哋叫做 social inclusion， 去不分種族、不分界限。呢一個咧係盲龍會，盲龍咧即係有盲有聾嘅朋友，原來佢哋加埋就可以一齊跑步啊！好，視障、聽障嘅人士都可以參加。我哋亦都有做到一個輪椅嘅比賽。我哋嘅輪椅比賽係要同正常人一齊跑嘅，花咗好多功夫。好多時啲人會覺得正常嘅人咪會驚輪椅影響到佢咯。輪椅嘅人會唔會又驚影響到全身跑步嘅人啊？原來唔會㗎，原來佢哋一齊跑可以好共融嘅。我哋將個服務拓展到除咗喺搞活動之外咧，我哋喺每個區，香港唔同嘅區都會安排一啲免費嘅跑步活動，去教我哋嘅年青人去跑步，由0去到10公里，8堂啫，12至18歲，原來有80%都可以完成嘅喎。到而家，我哋已經可以全港9咁多個地方都有，離島都有。我哋總共同過100個機構合作，有大概3000人咧係曾經參與過嘅。夠唔夠呢？跟住我哋跑到去東京，東京馬拉松好出名。我好有幸上一年2月抽獎咁樣啊，佢得3萬幾個跑手位置，但係有30萬人，超過30萬人去希望可以跑到，去抽籤。我正式抽籤㗎，冇特權。就咁抽籤抽到，好開心。3萬個跑手，但係佢參與喺側邊成個城市係有100萬人。100萬人真係企出嚟，然後同佢打氣，講加油。唔係喺電視機側邊睇，係企出嚟，然後去免費去拎啲嘢食，去俾跑手，去為佢鼓勵，為佢打氣。識嘅唔識嘅。好多人，佢哋有成100萬人，但係重點佢哋跑入城市嘅中央，新宿、池袋、銀座、淺草，你諗得到嘅喺東京，你哋會去購物、去行街嘅地方都有，全部都有。
有個可以分享佢點樣能夠用3萬人，但係佢可以去倍大咗成3倍，去到100萬人去參與同一件事。點樣透過跑步去將成個城市融合埋一齊？佢哋嘅口號叫做 The Day We Unite。香港可唔可以 unite 呢？佢哋條路線呢，成個東京好似任你畫咁，攤開個地圖，打十字，你想點跑就點跑。香港做唔做到呢？我有幸另外抽到第2個馬拉松，就去紐約，係我最後12碼最後嘅馬拉松，喺11月，亦都係抽獎嘅，亦都好難抽嘅。佢係一個最賺錢嘅馬拉松，喺紐約咧超過3億美金，係能夠帶動到個經濟，包括旅遊啊、機票啊、住宿啊等等。佢條路線都唔簡單㗎喎。呢度可能細啲，但係我讀出嚟，佢喺紐約嘅城市裏面核心之中嘅核心，由南部佢哋叫做 Staten Island 一路上去到呢個布魯克林 Brooklyn， 跟住上 Queens 上 Bronx， 跟住再去翻曼克頓一個最貴嘅地方中央公園園，成條路線串連晒佢成個城市。我一路跑嘅時候，佢一路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地區，你會同你講歡迎你嚟臨布魯克林，歡迎你嚟臨 Queens， 歡迎你嚟臨 Bronx， 歡迎你嚟臨曼克頓中央公園。嗰個唔單止淨係跑手㗎，我自己跑當然好感動啦。但係佢側邊嘅人亦都有好多喎，佢係超過200萬人喺沿路去打氣，係200萬倍大咗4倍。你點樣去揾一個活動能夠將成個城市200萬人同一日同一個時間做同一件事？仲未計轉播，仲未計之前之後，呢一種嘅動力點樣去讓佢帶到香港呢？咁我又試下啦，除咗重塑想像之外呢，我就再重構一構先，再重構一構想像。喂，香港可唔可以拎個圖出嚟睇下，令到你可以好似東京咁樣，好似紐約咁樣，你有一個你自己覺得引以為傲嘅一個城市活動，去將成個城市去重新建立一個正能量，去重新鼓勵大家去參與跑步，去重新去令到大家可以訓練自己嘅堅毅自信心。呢一個我好誇張去諗。香港最特別，成個維多利亞港其實好簡單，攤個地圖出嚟，畫個圈咪得咯，幾好啊！直情淨喺中環起步，兜個圈翻嚟。有冇在座嘅人有興趣加入同我一齊去將呢個夢想成真呢？可以揾我。多謝各位。